你有冇留意到呢排啲樓盤展銷廳門口又開始要排隊攞籌，售樓處嘅職員笑到見牙唔見眼。社交媒體度又開始有人曬相，話自己終於上到車，仲配埋個香港樓市回春嘅 tag。但同一時間，你身邊嗰啲供緊樓嘅朋友眉頭反而皺得更緊，成日問你而家係咪高位，加息會唔會殺到你？呢種一冷一熱，一邊排隊買樓，一邊瑟瑟發抖嘅怪現象，你唔覺得幾煞異咩？點解會有咁大反差？係香港樓市真係已經觸底反彈，定係表面風光底下其實暗藏緊一場你未必睇得穿嘅資本遊戲？今日我哋就深度拆解呢單嘢，睇下內地資金點解會喺短短4個月內狂掃676億港元香港住宅，又點解本來預計要6個月先可以消化嘅貨尾，突然間縮短到得3個月？仲有最新公布嘅按揭數據入面，究竟藏住咩你意想不到嘅市場信號？最後發展商喺過後2年靜靜雞屈住唔起樓，又同下半年可能殺到嘅加息風暴會點樣夾埋一齊，將呢個接火棒遊戲嘅最後一棒遞到邊個小業主手上？首先講內地買家呢一浪，仲量聯行香港主席陳繁平話俾你聽，單今年首4個月，內地買家已經喺香港買咗577個住宅單位，涉及金額高達616億，佔咗成個住宅交投量接近30%。30%係咩概念？即係話你去到任何一個新盤限霸，隨便數10個買家，就有3個係內地客。點解會咁？表面睇，好多人會話係人才計劃嘅功勞，高才通、優才專才。呢幾年一波接一波湧入香港，人一嚟到總要有瓦遮頭，租樓貴過買樓嘅計法早就流行喺內地客社群度。佢哋一計數發現，與其俾貴租幫業主供樓，不如自己直接落場買樓收租，甚至自住。呢個係其中一層原因，但絕對唔係全部真相。跟住呢一層其實更加關鍵，匯率同資本避險嘅心理。人民幣呢幾年匯價波動，內地有錢人一直都想揾個穩陣嘅地方擺資產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，樓市又受普通法保障產權，加上冇外匯管制，資金可以自由進出，自然成為咗內地資金出走嘅其中一條主要水喉。你可以諗象下，一個內地企業家，佢喺內地股市、房地產甚至存款利率嗰度都揾唔到滿意回報，佢會點諗？佢會諗，不如攞筆錢去香港買層樓，一嚟資產保值，二嚟萬一小朋友要嚟香港讀書，甚至攞身份，層樓就即刻有着落。呢個唔止係投資邏輯，更加係一種資產防錯嘅心態。再講多一層，就係香港政府呢幾年為咗谷翻個樓市，主動減辣。你仲記唔記得以前買家印花稅、額外印花稅呢啲辣椒一度令內地客卻步，而家呢啲辣椒陸續撤走或者大幅減低，等於政府親手將個大門重新打開。以前係你想入嚟買就要俾多成幾成稅，而家係歡迎嚟買，仲有租金支持你。你話呢個轉變大唔大？呢個政策轉向先至係內地資金可以咁密集湧入嘅制度性土壤。冇呢層鬆工，前面講嘅心理同匯率因素都無用武之地。但係呢度就出現一個好值得你諗深一層嘅矛盾：內地買家買樓究竟係睇好香港前景，定係純粹將香港樓市當成一個資金停泊區？呢兩者聽落好似差唔多，但本質完全唔同。如果係前者，代表資金會留低，會長期支持樓市。如果係後者，即係話一旦內地經濟情況變化，或者市金有更好去處，呢班買家隨時可以掉頭走，將手上物業放售套現。到時候留低邊個接貨？呢個問題我哋留返後面再拆解。呢部分嘅核心矛盾就係香港樓市而家嘅暢旺，好大程度上係靠外來資金撐住，而唔係本地購買力
真正復甦式，一場睇落熱鬧嘅盛宴。主角其實唔係你我呢啲香港打工仔。講完內地資金，我哋而家轉去拆解第二個更加詫異嘅現象：貨尾去化速度。點解會喺短短幾個月內咁戲劇性咁加快？根據仲量聯行嘅數字，市場消化貨尾所需時間由2023年底預計嘅一龍一6個月急速縮短到今年3月預計嘅少14 3個月一龍一6個月，即係差唔多8年半先賣得晒啲貨尾，而家壓縮到14 3個月，即係3年幾。呢個變化速度，你唔覺得快到有啲不合常理咩？首先你要明白一個道理，貨尾去化速度快慢唔淨止睇買家多唔多，仲要睇發展商推出幾多新盤去偷薄個分母。呢2年樓市低迷，發展商亦都醒目，見到市況唔好就索性屈住推遲新盤上市時間表，盡量唔去同自己嘅貨尾競爭。你諗下，如果你自己有間鋪頭，貨尾賣唔出，你會唔會仲要不斷入新貨去同自己競爭？梗係唔會啦，你會停晒手先，等啲舊貨清翻啲先再算。發展商呢招同你我做生意嘅邏輯一模一樣。跟住第二層原因就更加值得你細味，以量換價嘅銷售策略。呢幾年好多新盤一開盤就用相當進取嘅折扣價開售，坊間叫做劈價求售。你可能會問，發展商唔怕殺本咩？答案係佢哋計嘅唔係單一單位賺唔賺錢，而係成個項目嘅資金回籠速度。地產項目背後大部分都係靠銀行貸款同埋發債支撐，利息係實在每一日都喺度計緊。你屈住貨尾唔賣，利息照計，資金成本越滾越大。相反，你劈價急售，雖然單位平咗，但市金快速回籠，可以還債，可以投入下一個項目，整體反而更加划算。呢個就係假跌真升嘅精髓所在。表面睇樓價好似冇升，甚至仲跌緊，但其實只要你成交量急增，貨尾急速清空，一旦貨尾清得七七八八，發展商馬上就有底氣起翻個價。你話係咪一場精心計算嘅棋局？再講第三層，就係陳懷平提到嘅一個關鍵信息：發展商喺過後2年樓市低迷時，已經主動推遲咗住宅項目嘅發展步伐，即係話今年下半年同明年嘅新供應會相應減少。呢個唔係意外，而係發展商刻意為之嘅供應管理。你以為淡市入面發展商冇嘢做，其實佢哋一直喺度默默調節供應節奏，等待市況逆轉嗰一刻。而家一見到內地資金湧入貨尾加速清空，佢哋就有信心開始收窄供應，人為咁製造一個求過於供嘅假象，再逐步將樓價谷上去。以前係貨源充足任你揀，而家就變成貨源緊吃，遲買唔割。你話呢種心理戰術係咪似層相識？呢部分嘅核心矛盾就係貨尾去化加快，唔一定代表市場需求真係咁強勁，更加大機會係發展商供應節奏操控之下嘅結果。一場由賣方主導、買方被動追落後嘅遊戲，睇落係樓市暢旺，實際上係一場精準計算嘅存貨管理術。好，講完發展商嘅供應遊戲，我哋而家轉個彎去拆解一份好多人會忽略，但其實透露咗最多真相嘅數字。金管局最新公布嘅5月按揭調查數字，呢份數字先至係真正貼地反映緊香港市民同小業主嘅實際財務狀況。數字話俾你聽，月份按揭申請宗數按月增加12%，升到1767宗。核准嘅按揭貸款金額按月升10%，達到12翁。當中一手市場按揭貸款升9%，達117翁；二手市場按揭貸款升9%，達238比元。呢兩組數字某程度上印證咗上面講嘅樓市交投暢旺，買嘅人多咗，借嘅錢自然多咗。但係你唔可以只睇呢兩個數字就收工，你要留意埋第三組數字。
因為呢組數字先至係今日文章嘅畫龍點睛之處。呢組數字就係轉按套現嘅按揭貸款，5月份升幅高達17.7%，達到47元。你可能會問，轉按套現升幅咁勁，即係咩事？首先你要明白，轉按套現嘅本質就係業主攞現有物業去銀行重新做估值，借多筆錢出嚟應急或者投資。喺那上升週期入面，轉按套現通常代表業主想食糊攞筆錢出嚟消費或者再投資，呢個係樂觀嘅信號。但係喺目前呢個經濟環境入面，港股顯著調整，加息陰霾未散，通膨壓力持續，轉按套現急升，好大機會反映緊另一個截然不同嘅故事。唔少業主其實係手緊，需要攞層樓去做周轉，去應付日常開支，甚至去填補其他投資呆損嘅窟窿。跟住你再睇多一層，新造按揭入面參考 HIBOR 定價嘅比例，由4月嘅77%跌到5月嘅73%。呢個轉變即係話越嚟越多人揀翻用最優惠利率 P 按，而唔係 H 按。點解？因為市場開始預期美國聯儲局加息風險上升，HIBOR 呢種同銀行同業拆息掛鈎嘅按揭波動性大，風險高，而 P 按相對穩定。你諗下，如果你自己都預期加息殺到，你會唔會都想揀個相對穩陣嘅方案？呢個轉變其實正正反映咗市場對加息嘅戒心已經悄悄形成。大家口頭上話樓市暢旺，但身體卻好誠實咁開始為加息做定風險對沖。再講深一層，你亦都要留意按揭拖欠比率雖然依然企喺龍11咁低嘅水平，重組貸款比率亦接近0。呢個表面睇係好事，代表冇乜人供唔起樓要走數。但係呢個數字往往係滯後指標，即係話佢反映嘅係過耗嘅狀況，而唔係未來嘅風險。你諗下，一個人失業或者財困，通常唔會即刻走數，佢會先攞層樓去做轉按套現，攞筆現金頂住幾個月，先至去到真正走投無路嗰一刻，先會拖欠供款。所以話轉按套現急升17.7%呢件事，某程度上可能正正係按揭拖欠比率暫時仲企得咁低嘅其中一個原因。好多人並唔係冇壓力，而係用緊層樓去拖延壓力嘅爆發。呢部分嘅核心矛盾就係官方數字睇落一片健康，拖欠率低企，交投暢旺，但轉按套現急升同 HIBOR 按揭比例下跌呢兩組小數據，其實悄悄咁講緊另一個故事。市場入面已經有一部分業主開始為財務壓力同加息風險部署防守，而呢種防守性動作往往就係樓市轉勢之前最早出現嘅裂縫。講到呢度，我哋就要將前面拆解嘅幾個部分串聯埋一齊，睇下成個香港樓市而家究竟處於一個點樣嘅局口性環位置。你可以將呢件事諗像做同一條藤上面攀住嘅幾個苦瓜，內地資金、發展商嘅供應調控、按揭市場嘅微妙信號。呢幾條瓜睇落各自獨立，但其實共用緊同一條根，就係香港樓市而家極度依賴外部因素支撐，而唔係本地經濟基本面同市民購買力嘅真正復甦。你診下，如果內地資金持續湧入，發展商持續控制供應，而美國聯儲局又冇加息，港股又冇顯著調整，咁呢個劇本其實可以一直演落去，樓價慢慢咁托上去，大家相安無事。但係陳懷平自己都提咗醒，下半年要警惕利率上升風險。美國仍然面對高通膨，一旦聯儲局加息，發展商持貨壓力就會再度上升。到時候發展商好大機會會再次以優惠價錢開盤求售。你聽出嚟未？即係話而家見到嘅貨尾加速去化，樓價升幅好大程度上只係一個窗口期，一個發展商趁市況短暫回暖加速套現離場嘅窗口。一旦加息殺到，呢個窗口就會關翻上，發展商又會做翻劈價求售嗰套。
咁邊個會喺呢個時候接火棒？就係喺呢個暢旺窗口期入場，以為樓市已經觸底反彈，追高上車嘅小業主，佢哋通常唔係手持巨額現金可以隨時進退嘅內地大戶，亦唔係可以靈活調節供應節奏嘅發展商，而係攞緊 H 按或者 P 按供緊30年，每個月都要準時還錢嘅普通打工仔。陳快平自己都話，估計下半年樓價升幅有機會放緩至280至3，全年最多升10%，即係話連業界自己都承認，而家嘅升勢係有頂嘅，而且隨時因為加息而急速降溫。你話呢個時候先至入場嘅人，係咪好大機會就係接火棒嗰個？講到呢度，我都唔想淨係同你講數字，講咩結構性風險，因為呢啲嘢背後其實係一個個活生生嘅人生故事。你身邊會唔會有啲朋友呢排睇到新聞話樓市回暖，心就喐埋，諗住遲買唔割，就急住去睇樓，急住去落訂？你又會唔會有啲朋友本身供緊樓，呢排見到轉按套現廣告成日彈出嚟，心大心細，諗住攞筆錢出嚟頂住個生意，或者頂住個投資嚟選？呢啲先至係呢份佈局數字背後真真正正嘅香港故事。樓市呢件事講到尾，從來都唔係純粹嘅投資產品。對好多香港人嚟講，層樓就係屋企，就係畢生積蓄，就係俾仔女嘅將來。當你見到內地客4個月數616億，見到貨尾加速清空，你心入面可能會有一種趕唔切上車嘅焦慮。但同一時間，如果你冷靜落嚟諗一諗，呢種焦慮好可能正正就係推動你喺高位接貨嘅陷阱。以前香港人講樓市，講嘅係沙頭保值，有瓦遮頭。而家呢，你要問多一句，你入場嗰刻究竟係香港樓市嘅真正需求驅動，定係一場資金遊戲入面你啱啱好接咗最後一棒？呢個題目我相信睇緊嘅你一定有自己嘅睇法同經歷。我想問問你，你身邊有冇朋友最近趁呢一浪追高上車，定係你自己都有考慮緊轉按套現？你又點睇下半年加息風險同港股波動，會唔會真係將樓市打返落嚟？歡迎你喺留言區同大家分享你嘅睇法同故事，等大家可以互相參詳、互相提醒。今日嘅拆解就到呢度，多謝你耐心睇到最後。樓市風高浪急，數字背後總有故事。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繼續拆解。我係粵發現，我哋下次見。